Hello， 大家好，又有247 Homie 嘅 Daniel 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奧神嘅4房示範單位啦。咁就係一個招標單位嚟嘅。咁嚟緊咧就將會有啲分層嘅單位推出噶啦。咁究竟奧神 Deepwater Pavilion 同埋其他喺黃竹坑地鐵站上蓋嘅樓盤最大嘅分別究竟喺邊呢？而佢嘅特色又喺邊呢？我哋今日咧就準備咗一啲 Q&A 去解答下大家會常見嘅問題。咁首先第一個問題啦，就係點解呢度會叫做超級豪宅呢？咁其實就係因為咧呢度嘅最大單位戶型咧，其實有3120尺嘅，而黃竹坑地鐵站上蓋嘅其他樓盤最大嘅單位咧都只係2000尺出頭，同埋奧神咧就更有呢個5房嘅單位喎，可見奧神作為港島南第一個超級豪宅嘅項目係遙遙領先其他樓盤噶。第二個問題就係佢嘅設計究竟同其他樓盤有咩分別呢？咁其實咧新世界今次咧就使用咗呢個新藝術運動風格，就強調呢個自然美學同埋活力嘅。咁對比起洋海嘅現代設計風格啦，同埋海盈山嘅實用設計風格咧，都係別有一殊嘅。咁有啲人就問啦，咁呢個超級豪宅究竟啲景靚唔靚呢？咁其實喺景觀方面呢，黃竹坑上蓋嘅其他樓盤多數咧都係睇商貿區同埋內園嘅景色，但係奧神咧就有好多數嘅單位咧係享有呢個深水灣同埋壽臣山嘅壯觀景色，咁就可見咧壽臣其實係屬於黃竹坑上蓋一個位置比較優越嘅樓盤。咁奧神嘅會所係咩規模噶？咁其實咧奧神就擁有黃竹坑上蓋樓盤之中最大嘅會所，再加上咧係有好多唔同嘅綠化設施啦，咁其實對於生活質素嚟講咧，係比其他樓盤更加有優勢嘅。咁有啲人就可能唔知道黃竹坑地鐵站上蓋嘅交通究竟係點啦。咁其實除咗地鐵站之外咧，仲有多條唔同嘅巴士線同埋小巴線啦，係好方便來往呢個港島同埋香港仔噶，所以交通咧其實都係十分方便嘅。咁有人都會可能關心究竟示範單位喺邊啊？咁其實示位咧就喺鰂魚涌嘅 K11。咁如果大家有需要想睇示範單位嘅話咧，嚟緊都可以直接 DM 我哋啦，喺 Facebook 或者 IG 揾我哋，同我哋預約翻，然之後我哋就會有 agent 帶你哋一齊去睇噶啦。咁有人就會話啦，咁既然佢係港島南第一個超級豪宅項目，咁究竟佢同其他樓盤最大嘅分別同埋特色究竟喺邊度呢？咁其實我覺得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喺升降機嗰度啦。咁每一層咧就有15個單位啦，而其中6個單位咧就有私人升降機，其餘9個單位咧都係分6部 lift 嘅。咁29樓或者更高嘅樓層咧，就更加只係7個單位有6部升降機。咁對比起黃竹坑地鐵站上蓋嘅一個優質啲嘅樓盤洋海啦，咁其實佢都係只不過每一層11個單位分5部 lift 嘅啫，而 Blue Close 咧就係7個單位分3部 lift。咁所以咧對比起其他樓盤嚟講咧，其實可以話係十分暢通噶。喺通常其他樓盤有私人升降機嘅單位咧，通常都係招標單位啦。但係奧神嘅某啲標準單位其實都有私人升降機噶。咁今集咧就到此結束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歡迎 WhatsApp 我哋啦，又或者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就方便追蹤我哋嘅最新動態。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